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 token， 聊一聊词源。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不差钱、最能烧钱的是银行。大家都认为，毕竟银行每天经手的都是真金白银，那 IT 预算轻则几个亿，多则几十亿。但是银行也有烧不起的钱，也有东西让银行烧起来肉疼的。就在最近，这个最不差钱的行业居然开始因为一项隐形开支太贵，高层们集体坐不住了，甚至开始紧急叫停各种 AI 项目。没错，这个让银行高层肉疼、让 IT 主管崩溃的开支，就是大模型的 token 费用。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叫赵毅，他是国内一家中型银行的 IT 部门主管。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6月底，他所在的银行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上，直接被高层泼了一盆冷水。高层在会上拍着桌子说，不能再无休止的烧钱消耗 token 了，我们所有的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必须尽快建立投入产出比，就是 R 评估机制，就是投产比。这个 IT 主管赵毅当时整个人都懵了。要知道，在今年初，管理层还在会上高调表态，说 token 消耗的越多，说明大模型在业务里面应用就越深。这是银行主动拥抱 AI 时代，对吧？我们不拥抱 AI， 那我们就在未来要失去一切。全面提升金融品质立足之本，在 AI 这块怎么投入都不算过，要 all in AI， 是这意思吧？就在上半年甚至去年，大家都在高喊的时候，怎么刚到了6月份，风向就变了呢？画风就一变。为什么一向财大气粗的银行会被一张虚拟字符账单逼入困境？每天100亿级别的 token 消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数据泡沫？甚至银行员工们为了不让 AI 抢走自己的饭碗，开始私底下和 AI 展开一声无声的博弈。今天我们就是经济观察报他在7月12号看的那篇报道，叫 token 太烧钱，连不差钱的银行也扛不住了。我们就着他这篇文章一起聊一聊这个 token 居然变成了高消费，它是怎么变成高消费的？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赵毅所在的银行里气氛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极端。那会儿全行上下正处于一种对 AI 极度亢奋，甚至是走火入魔的狂热之中。为了在 AI 时代不落后，银行各个业务部门在上半年都在疯狂加码，用大模型优化业务流程，没日没夜的训练研发各种业务场景下的智能体。这导致什么结果呢？到了6月底，赵毅发现他们这家中型银行的日均 token 消耗量已经直接飙到了50亿以上，同比增长了10倍多。而在整个银行业，这种疯狂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竞争标尺。大家似乎都在暗自较劲，谁的 token 烧得多，谁智能化转型就做得牛。我们来看一组公开的数据。招商银行截至今年5月底，日均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了330亿。邮储银行日均大模型调用超过600万次，日均输出 token 超过100亿。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日均 token 消耗量也在40亿到60亿之间。在这个背景下，赵毅他们家日耗50亿，勉勉强强送个及格线。但就这个银行也扛不住了。这些庞大的 token 究竟是怎么在日常工作中被消耗掉的呢？我们来看一看一线员工的真实写照。刘红是这家股份制银行对公业务的一名普通的客户经理。刘红每天上班的时候第一件事不再是打电话给客户，而是把自己手头积攒的企业信贷申请资料一股脑的塞给一个叫企业信贷尽调报告撰写智能体的东西，让他去自动抓取资料生成报告。一开始刘红其实挺排斥的，为什么？因为信贷尽调报告关系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贷款安全，万一 AI 胡说八道写错了数据，背后背锅的最后担责任的可是自己。但架不住银行有硬性规定，对公业务部门为了逼员工学会用 AI， 不仅要求大家把尽调报告全都交给智能体去写，甚至还丧心病狂的给每个员工规定了日均最低 token 消耗量。这不就是大跃进吗？每个人每天你不能低于这个数。是的，你没听错，烧 token
居然成了员工的绩效指标，也就是拿着钱去花，你不花罚款。要是今天你没有消耗足够的 token， 不好意思，绩效考核直接扣分。你说每个人如果给你报销额度让你去花钱多合适？你搞这玩意干啥？把它换成钱是吧？让每个人去花，每个人都很快乐。在 KPI 的大鞭子抽打下，员工们只能疯狂的使用。不过用着用着，刘洪发现这玩意确实也是有点香。确实，我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你非得天天用，用的时间这些相当于配合，越配合好像效率越高。比如说我最近用人工智能去做图片，我发现越做它这个好像跟我的想象的效率就越来越高，也很有可能是我的命令、我的关键字啊什么写的越来越对它的胃口，是吧？总之啊，双方配合现在感觉比以前好得多。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记得有的大模型刚开始它还比较绷着，你让它做一个什么特朗普的图或者是普京的图，它还拒绝，义正言辞说什么肖像权一大堆的，我就笑了，是吧？政治人物有啥肖像权？他是政治人物，对不对？我也不是丑化他、恶搞他，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太严重。但是后面他就又同意了，也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怀疑这个人工智能这些大模型，他恐怕他也是。他担心你这人不是好人，是吧？你是不是来这个捣乱的？你是不是来抓他把柄、抓他漏洞的？所以人家这些像那干啥呀呢？对不对？你去干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你先去给人接头，人家都一般不相信你。等他熟了，他就带你上2楼了，不就这意思吗？是吧？很多地方就是这样，你去他说没有，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当然你成了熟客之后，就马上心知肚明。我就怀疑这个人工智能都是学坏了，不知道谁开发的。后来我现在再说，给我生成一个什么特朗普啊或者普京什么图片，马上就出了，也不会说什么你图片什么肖像权是这个那个的，什么生成一个打斗的场面，刚开始也不行，说这个涉及到暴力。现在你说让他设计个打斗的随便，所以你说连人工智能都这样。所以刘洪也发现了这玩意越用越香。这个智能体啊，由于每天被部门所有人疯狂的投喂和训练，变得越来越聪明，写出来的报告准确率超过95%。而且还能自动去抓取企业最新的法律诉讼和舆情。刘洪发现自己写报告的效率直接提升了80%以上。一个对公部门每天花在训练和调用这个智能体上的 token 就超过了1亿。但刘洪的部门在银行里还不算是 token 大户，最可怕的是客服部门和投研部门。客服部门每天要用数亿的 token 去训练客服机器人，让他去回答客户各种各样的奇葩问题。投研部门则疯狂用大模型抓取全网宏观行业数据生成报告。2个部门日均 token 消耗量都超过了3个亿。当然这个3个亿不是说不是人民币，是词元，这个成了刘洪部门的3倍多。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银行高层甚至还专门表扬了 token 消耗量排名前3的部门，专门夸他们 IT这 AI 深度融入场景，人工驱动转向智能驱动。那个时候全行都在为这种智能假象欢呼，但唯独 IT 部门的主管赵毅看着后台源源不断产生的账单，手在微微颤抖。算一笔经济账，银行的 token 到底是怎么烧掉的？那么这50亿上百亿的 token 折合人民币到底要花掉多少钱呢？对吧？刚才说的3亿5亿不是钱，现在我们关心的就到底花多少钱。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算一笔明明白白的经济账。目前国内大模型价格虽然打价格战，但在企业级 API 调用上，高性能的国家大模型每100万 token 平均付费在10元左右。它这个 token 是双向的，输出和输入都算，加到一起，你往里输入的还有它输出的都算。那么每100万次元 token 是10块钱左右，那日消耗50亿 token 呢，算下来就是5万块。也就是说，赵毅所在的这家中型银行，仅仅1天 AI 调用费就是5万块人民币1天，这么个中型银行哦，算下来一个月就是150万，光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花掉了大约900万人民币。900万看起来对于银行好像不算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在去年的 IT 预算里 ，token 付费的占比还不到3%，而今年上半年光这一项就直接吞噬银行整年 IT 预算的8%。这里有一个行业的背景知识，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银行 IT 预算的大头是买硬件、买 GPU、买多机多卡互联系统、买高速网络设备，占了 IT 预算的30%多。这些都是服务器，属于固定资产。
买回来是放在自己机房里看得见摸得着的。而 token 它是消费，是纯粹的运营开支，是流水一样花出去就再也回不来的钱，它是纯的真的是消费，它不是买个什么硬件回来看得见放在那儿折旧。赵毅做了一个测算，按照上半年这种各个业务部门疯狂刷 KPI， 连代码都开始让大模型去自动编写的无节制状态，到了下半年他们银行的日均 token 消耗量很快会突破100亿，每天付费就会突破10万元。这样算下来，下半年光是买 token， 银行就要准备1800万的预算，这占了下半年银行所有 IT 运营开支的15%。但赵毅在6月中旬把这份下半年的预算清单递交给银行计划财务部时，对方的财务主管私下里直接给他拉了警报。财务部门说：“老赵，你这个预算，行领导大概是不会批的。领导现在觉得这个钱烧得太快，而且有些场景用 AI 之后根本看不出效果。”这一刻，赵毅敏锐地感觉到风向彻底变了。AI 的 PPT 汇报期已经过去，领导们开始要跟 IT 部门要实际效益了。果不其然，在6月底的半年工作会议上，高层领导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们没有像5月份那样继续夸赞那些 token 消耗大户，反而对其中几个烧钱最多、效果最差的智能体进行了指名道姓、毫不留情的通报批评。被直接点名的有2个重点项目，第一是财富管理服务智能体。这个项目在上半年的日均 token 消耗超过2亿每天，也就是说每天要烧掉2000多块钱。本来银行指望它能给客户提供千人千面的高端个性化理财咨询，结果呢，银行领导自己试用了一下，问了几个稍微个性化一点的问题，这个 AI 智能体回答千篇一律，最后全是机械化推荐当期银行正在热销的理财产品。这跟以前那套垃圾短信有什么区别？天天花着大钱就养了几个自动发传单的机器人。第二个是小微信贷风控智能体，每天烧掉3亿多 token， 也就是每天要烧3000块钱。结果这个智能体在给小微企业做信贷风控评分时，思路极其死板，依然只看企业能不能提供足够的抵押物。稍微懂一点的金融人都知道，小微企业之所以贷不到款，就是因为没有抵押物。大模型学了半天，依然是无抵押就不贷的传统思路，把大量想申请信用贷的企业堵在门外。高层直接在灵魂拷问：那我们花了这3亿 token 给银行创造了什么新的业务价值？还有更离谱的，上半年很多业务部门为了赶进度，干脆让大模型去自主编写智能体的运行代码，结果大模型根本不懂银行业极度严苛的业务合规性，写出来的代码一运行，3天2头遭遇合规红线和安全漏洞，最后还得 IT 部门花大量人工去把这些面条代码重新改写一遍，不仅没省下钱，反而制造了更多麻烦和2次工程。所以高层下达了死命令，7月份开始必须制定出量化评估机制，就是投产比达不到要求的直接压降，甚至要砍掉token 消费额度，也就是每花1000块钱你要产生效益。这下轮到赵毅头大了，怎么量化大模型给银行赚了多少钱？银行业的价值创造链非常复杂，一笔贷款批下来是客户经理的功劳还是 AI 的功劳，根本说不清。为了交差，赵毅只能去向同行取经，他研究了招商银行的做法。招商银行在这方面就很聪明，是吧？他们采用的是人工替代小时数来作为 AI 的 AI 贡献比，也就是节约成本呗。你把人工替代了，那人工的成本多少？这么一算一比较的，你节约下来成本多少？它就从这儿开始。也就是说，你不能看它创造多少利润，没法去算创造利润，只能看它节约多少时间，省掉几个人。所以目前token它的价值还是在取代人上面，把牛马给取代掉，节约钱。招行披露说，通过智能体和 AI 的应用，去年实现了1556万小时的人工替代。一个人一周是40个小时，你按50个小时算，那你就相当于替代掉多少人？就这意思，相当于产生了超过8000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而赵毅自己测算了一下，他们银行最露脸的客服智能体，一年也只能节省300万小时的人工，大概替代1400个人。那这1400个人养这1400个人一年要多少钱？那你这一年下来这 token 花多少钱？
它只能这么算。所以你看，这个第一刀还是砍向牛马，它并不能创造价值，它只是提高效率。今天讲这个故事，介绍这篇文章，其实就想告诉大家，目前人工智能它怎么创造效益还是个问题。那等到大家都在用的时候，当大家看到账单的时候，而这边却没有收益，那大家自然就不会用了。它指的是 to B， 是银行业这些机构。你要 to C， 像我们这样的消费者，当然还有所有的大模型，动不动就推荐我买一个什么包月的。但是我想，他现在还没达到我的要求，包月容易，但是他那个 token， 我估计几下就没了，达不到要求，完了不停的改。我今天让他做个图，我让他把中间的字体放大1倍，他就是不搭理我。我说了4回，他给我出来4张图片，那个字体是一样大的。我让他把字体放大，我是不是我不会命令他？我不太清楚，反正他不理我。他说他放大了，那你说他浪费了我多少资源 token？ 我用这个，它只是替代了我的某些工作，实际上没有这个我也行，它并不是增加我的这个是吧？这节目的效果、节目的流量，它还做不到这些。那你很难愿意为它去付钱，因为它产生不了价值，你付钱，那不是硬性成本支出吗？那你收入没增加，你的开支增加了，那你不是这不就越来越差吗？但是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很多人都一样，不都是这么想的吗？那就是说，你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创造收益？创造不了收益，后来大家机构 B 这一端，人家也会压缩，不用了，减少使用，这成本扛不住。好 ，C 端更不用了吧 ？C 端谁掏钱的？你说所有的大模型一说收费，大部分人就不用了，除了做短视频的那种短剧的，人家那是拿赚钱去，你知道吧？它是节约了大量的人的成本，个人消费者是不会用的。所以说，那我的意思是，接下来你今年还可以，明年如果还不能产生收益，谁会用？后年如果还不能产生收益，人工智能就完全会颠倒过来。为什么颠倒过来？因为硬件投入啊，你说 GPU 这些硬件投入算力，投了那么多，买了那么多服务器，它都要折旧的。1个亿的服务器，它多少年就摊掉？不能说15年摊掉，那服务器用15年。那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做会计的，这个服务器多少年给它摊掉，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不可能15年，不能像普通的硬件那样，这个不能像普通的固定资产那样摊销。一般的普通的好像15年，那它呢估计是5年、3年。所以说你明年还不能产生效益，那后年它就一个大窟窿出来了。那后年呢，你又得买新的硬件上呢，受得了吗？所以它人工智能的泡沫它就在这儿，没办法产生收益。这边是大量的资本开支往里投，那边还迟迟不见动静，是吧？怎么赚钱？所以这个泡沫它就容易破。资本市场可没有那个耐心，人家一看这不行，赶紧跑吧。这玩意就你大量的资本投入是让那做硬件的，比如内层半导体的什么 GPU， 让他们赚了钱。但是你这建机房的这些人，卖算力的能赚钱，但是你下面使用的人赚不了钱，人家就不买你算力，那投资算力的那些机房，那些人都要赔钱。投资算力的人赔钱，他就不会再去买那些硬件，那些 GPU 什么半导体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一环套一环，最终你还得要盈利，从哪儿去赚钱？你总不能靠，对吧？印度的那些人靠去诈骗赚钱，教人家怎么用 AI 赚钱，怎么靠这个贩卖焦虑，让那些韭菜来交998、1998，靠这个来赚钱吧？那得挣不了多少。印度就是骗子先赚钱，什么高科技、新技术，骗子先赚第一道，贩卖焦虑，每个人都在报名交钱学习。我是怎么样用 AI， 一天就赚了17万。你再不用 AI， 你就成老登了，是吧？也各种未来的时代会淘汰3种人，那第一种就是不会 AI 的。那总之他就搞这种焦虑，最后靠这种来骗你钱。我们接着说这个赵毅，这依然没法让高层完全满意。7月6日，高层直接丢出一个冰冷硬性的量化指标，智能体和 AI 的投入产出比不能低于3倍。也就是说，银行每在 AI 和 token 上花1块钱，你必须给我换来至少3块钱的实际收益。你看看，没有这个收益，人不干了，那一个不干，2个不干，那是不是整个市场就没了？3倍等于使得还在摸索阶段，靠烧 token 维持热度的 AI 应用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生死劫。当投产比评估机制的风暴刮起来的时候，不仅 IT 部门在焦头烂额，银行各个业务部门的内部也上演了一场极其魔幻的办公室暗战。首先，业务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像客服、行政、营销这些见效快的部门显得特别淡定，因为他们的 AI 省了多少人，写了多少文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但那些见效慢、周期长的高端业务部门就慌了，比如私人银行部的家族办公室服务智能体，还有金融市场部的外汇撮合交易智能体。这2个项目前期投入了数百万，消耗了大量的 token， 但 AI 要学会怎么跟亿万富豪打交道，需要极为漫长的精细化训练。私营部的老大直接跑去堵赵毅的办公室门，急眼了，老赵千万不能砍我们的 token， 我们这眼看着就要出成果了，现在要是把预算砍了，前面几百万的 token 可就是真的全打水漂，前功尽弃了。然而比起部门领导之间的争夺，更精彩的是一线普通员工和 AI 之间的深层博弈。也就是员工就认为我把你练出来，你就是取代我的，我能好好练你吗？这是对吧？这是深层策略。7月份一到，虽然部门把原先那个最低 token 消耗量考核的指标悄悄压降了20%，要求大家省着点用，但刘红和身边的同事们情绪却发生了一个极其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感到恐惧，因为大家看着手头的企业信贷尽调报告智能体在所有人的疯狂训练下变得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好用。刘红和同事们突然回过神来，等一下，如果这个 AI 以后能把信贷报告写得天衣无缝，甚至客户自己输入财务数据就能自动跑出审批结果，那银行还要我们这些客户经理干什么？所以成功的把自己干掉了。你每天在这训练人工智能是要取代你自己，这已经不是提效的问题了，这是亲手在给自己制造掘墓人。于是刘红发现办公室里的一些同事开始采取了一种极其隐蔽但极其致命的消耗抵抗方式。为了完成部门每天规定的最低 token 消耗考核，又为了不让这个 AI 继续进化，他们开始每天向智能体输入各种与企业信贷毫无关联的垃圾信息，甚至闲聊扯淡的内容。这个就让他训练干别的，教他不干坏事，这也可以，也是消耗 token。这样一来，既完成了公司的烧 token 指标，又成功的用脏数据污染了 AI 训练，阻止了这个智能体继续变聪明，来替代自己的岗位。就像过去的师徒关系，就农业社会是吧？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你看现在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居然也会出现这种教会人工智能饿死自己，练会人工智能饿死自己。你说这不是这个讽刺吗？你说过去为什么拜师要磕头，要什么每年过节要送礼，要给师傅家免费干活3年等等，你知道为啥吗？那就是因为各行各业都一样，那种传承关系，完了教会了你，实际上是给你一个饭碗，你在这个行业就可以吃饭了，你就有了工作。过去就这样，比如我说的腌广国散人、腌猪，那玩意儿那是个技术活，如果把你教会了，那相当于师傅把那个市场的让一半给你，你不也在那腌猪吗？那一块养猪的也不会多，对不对？你村儿就那么大，3个村儿把你教会了，那你不也在同那个地方腌猪吗？叫小农经济，农业社会就这样。比如理发，把你教会了，你理发，你又不是跑到城里开理发店是吧？你还在农村，我说的过去还在农村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那师傅就相当于让一大块市场给你，他也没有增量市场，你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腌猪给人理发。我告诉你，我们有个儿歌，大家应该知道，年纪大的人知道，我们那叫10大行业。过去就是改革开放之前10大最好的行业，排第一的就是腌猪，1腌猪，2打铁，3是干啥我忘了，第2是铁匠。如果师傅把你教会了打铁，你也在那打铁，跟人打锄头什么的，你就跟师傅形成竞争。所以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徒弟年轻是不是头脑好啊，打得更好，是不是啊？徒弟是弯道超车啊，是吧？那教徒弟，如果不教徒弟剽窃，是吧？在那儿偷学，那就更完了。过去教武术是吧？练武术各种东西不准偷学。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霍元甲的武术就是偷学的，天天扒在墙头看剽窃的。剽窃了这个他超过那些正经学的。所以你看人工智能也出现这个问题，这种人与 AI 的办公室暗战，真实的让人感到有些悲凉。面对员工们这种微妙的防备心理，银行的高层也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7月8日的内部会议上，高层紧急出来安抚人心。他们向所有的部门强调，尽管银行开始严格抓投产比、看产出，但开发智能体的初衷绝不是为了裁员替代人工。咋这话说的？这个谁打包票都没用，因为这个银行领导也可能被裁掉，他有什么权利说这话啊？
以后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领导说的，那个领导也是打工的，要裁他第一个可能被裁掉，不要听他的。老板也不要听老板的，老板想法是好的，说不想裁，但是等到他收入不行的时候，等到他这个月只能赚100万，但是开支是400万，你说他还能不裁人？他扛得下去啊？所以不要相信，你宁愿相信老母猪善术，也不要相信这些什么承诺，因为到时候都没有办法，到时候人家发个公开信说这条船现在有100个人，我们现在只能坐100个人，这船就要翻，怎么办？60个人下船，那你有什么办法？你还能打他一顿是吗？所以不要相信什么打工老板的话都不能信，你打工的话能信吗？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裁员替代人工，而是为了解放人工。高层承诺未来会全面梳理人与智能体的协同关系，哪些流程交给 AI 跑自动化，而哪些核心的风险控制环节必须由人工来严格把关。那这么一搞，最后什么人多了，那不就得优化吗？对不对？人多了在那吃闲饭，银行他不把它裁掉。其实看完赵毅、刘洪和他们银行这半年，实际上我刚才说了 ，AI 狂热期真的快要过去了。也叫见顶了，因为大家用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没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好处还不足以我为他付费的时候，你说这个尴尬就来了。那他怎么赚钱呢？过去2年，很多企业，尤其是像银行这样财大气粗的传统银行的有钱的行业，人家都烧不起了，是吧？在 AI 大潮面前展现了出来是一种叫恐慌性跟风，也就是别人都干我也得干，没办法盲目跟风，我不干那我落后了，所以说他只能恐慌性跟风，别人用我也得用。别人烧300亿 token， 我也不能只烧5亿，对吧？甚至把烧 token 多寡当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政绩。但泡沫终究会有破裂的一天。当一张张几千万的真金白银的账单拍在桌上，而业务部门却拿不出对等的业绩增长和成本压缩的时候，资本和管理层会瞬间冷静下来。而且现在不好的现象是，他业绩增长他做不到。他现在勉强能做到成本压缩，那这个恰恰是不好的，也是蛋糕做不大，我们把做蛋糕的人还给他赶走几个，就业岗位少了。从唯 token 到唯投产比论，这并不是 AI 失败，相反，这是 AI 技术在走入金融业乃至各个传统行业深水区的标志。只有挤掉这些靠刷单、无效调用和代码垃圾堆砌出来的 token 水分，把每一分钱真正花在能提升客户体验、能解决实际风控的刀刃上 ，AI 才不会沦为一个昂贵的玩具，而是真正变成生产力的工具。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AI 的泡沫确实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面临着要破裂，等着。所以说 ，AI 泡沫如果一破裂，那不就又到了我们的资本市场吗？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在讲个什么故事？所以我们的叫红绿市场，所以我们又要聊一聊红绿市场。今天这个红绿市场可以说，我们每次都说的，昨天涨了。我们昨天主要是提振士气，那今天觉得主动的夯实基础，昨天夯实基础，今天就继续夯实底部，这样是为未来打出去更有力度。而且今天主动回缩，那也是为了为全球的资本市场指明方向，告诉美国、日韩、亚太股市，你们的泡沫太大了，你小一小我们，我先给你们打个样，你看看。所以你不服是不行的。咱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给全球资本市场在引领他们的航向。全球资本市场现在在人工智能、在 AI 泡沫里面已经迷失了方向，也完全搞不清咋回事了。涨乱糟糟的，像无头苍蝇；跌也乱跌，没个章法。现在我们就要以身作则。所以说，我们作为金融消费者，虽然我不是，我曾经是，我现在不是，因为我还没出钱来去，没找出本金来。等我找到本金，我立马杀进去。成为光荣的一员。现在有很多金融消费者，你现在应该感到很荣幸，因为你现在参与到一个什么？你现在参与到一个给美国人指明方向。现在再也轮不着美国人来指手画脚了，现在是我们给美国人指明方向，他还不得不服，他得听。你说你参与了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何其幸福！连美国都得听，那你说日韩这些小，对吧？那这必须得听，不听立马让他立正。所以你看今天资本市场那简直非常的漂亮，走的可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上证指数主动的回调了1.85%，本来还想多回调一点，但是后来考虑到这个，对吧？我们要这个一种控制感，不能把它搞到2%以下，那样就大家知道要记住了，这玩意儿是有规律的。就像矿难、各种生产安全事故，人数也有讲究的，这36个人还是多少人都有讲究，所以资本上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知识，不要老是固步自封。
这个资本市场我告诉大家，2%以上那叫暴涨，跌超过2%也叫暴跌，低于2%那叫微调，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看所以一定要学会看这些指标。所以说你看我们的上证指数本来在2%以下，那我报的时候那就是暴跌2%，那就一下空头的气氛就浓厚了。但是现在它收盘的时候就变成1.8%，所以你看咱们不光是我，所有的这个财经博主，包括媒体，他在报道的时候他都说，你看上证指数回调73个点，微跌1.85%，或者微调1.85%。如果是2个点呢，就是暴跌了，所以这有讲究。那深圳成指也是微调1.97%。那这么说了，科创综指、创业板指数、科创50，那都是主动的高质量的暴跌。科创综指是高质量的暴跌3.43%，创业板指数是高质量的暴跌2.95%，科创50是高质量的暴跌4%。这个是我们是主动的跌，这主要是教一教亚太股市，告诉他们暴跌你也不能乱跌，你也只能跌3%、4%。你像韩国的指数动不动跌8%，完了就熔断，那叫什么玩意，对不对？那就资本市场的严肃性没有了，那就搞得跟小孩过家家一样，上蹿下跳的像猴市，是吧？我们资本市场是有严肃性的，所以跌要稳跌，稳稳的。所以说科创综指、创业板指数、科创50这个回调的力度稍微大一点，那也是为了更好的考验，是吧？金融消费者的决心。不有很多人站在光里面吗？我记得任泽平老师不是劝大家去买这个科技股吗？我觉得如果是听了任泽平老师去买了科技股的人，这个是可以去找任泽平老师给个解释了。那毕竟是不是啊？这个回调的有点多，就连续回调，至少要让任泽平老师说一说，这还能不能回去啊？这玩意你是光着屁股站的，那可不太好。但是今天一个比较好的是，你看虽然科创板块、科技股好像回调多一点，我们也是主动回调的，但是不要紧。你看今天筹码锁定性非常好，今天在成交2.4万亿，比昨天又少了将近1700亿，就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看好，就不愿意卖，筹码不愿意交出去。你都知道这是主动回调，所以成交量低没毛病。那今天虽然指数都在下跌，但是我们还有2489家，那是在上涨的，为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带来了财富的增长。晚上可以加个鸡蛋了，面条上面不要舍不得，是吧？2861家继续倒车接人。我们反过来看这个日韩的指数，那简直可以说是当笑话看。根据凤凰网财经报道，16日日韩股市低开低走，双收跌，日经225指数暴跌2.75%。你看它就这么写的，日内暴跌1915.97点。这凤凰财经就这么写的。韩国综合指数暴跌6.40%。单日早间，韩国股市低开后继续下跌，韩国交易所对什么综合股价指数启动临时停牌机制，也就是熔断，指数跌了6.4%。这韩国综指现在应该是技术性熊市了，从顶点下来应该它跌了30%了。我看有人说 SK 海力士、三星好像这股价已经从顶点高点下来已经跌了40%多了，再这么跌下去腰斩了，那这套着人也不少。虽然 SK 海力士、什么三星他们的市盈率只有4%、5%是吧？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它是非常血腥的。为什么血腥？它明明业绩很好，它非要先杀多头，一来几个暴跌，你看从最高点跌到现在，跌到30%多了，它先杀多头，把多头杀完之后，再反过来一拉杀空头，杀多头什么意思？这个阶段看多的人全部被套，割肉，很多人要跌看空，开始做空，结果人家反过来往上熔断，把做空的也给杀掉。来回搞几下，韩国人就爽透了。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韩国超32万股散户本金清零，好了吧？这就是破产了。如果你是贷款的，那就完了。韩国32万散户本金清零了，怎么清零的呢？韩国4部门出手，股市大反转。据财联社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5月下旬上市了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目前价格已近乎腰斩。第一财经报道说，韩国金融监督院数据显示，韩国全市场周一强制平仓3442亿韩元，为年内最大规模信用盘踩踏。强制平仓你没了，强制平仓就没了。散户持仓占杠杆跑单 92%， 被称作蚂蚁投资者。短期全仓压住存储芯片，承受波动能力极弱。截至周一，韩国全市场累计超过120万杠杆散户账户触及保证金追缴线，其中32万至36万账户已被券商全额强制平仓，导致本金清零，部分账户倒欠券商负债。好了，这就是我说的。有很多人他非要不听我的，不理解，牛市照样赔钱。你看看牛市裤衩子都赔掉了，赔飞了吧？而且牛市赔钱更狠。人熊市因为大家小心翼翼的，对不对？也不敢乱来，所以熊市往下跌，第一个跌反正就那么样了，第二个你不加杠杆，往往赔的最大的牛市会让很多人倾家荡产。那这韩国32万人，如果他是加杠杆，他是借钱炒的，那就倾家荡产。为什么他这没了，什么都没了？完了这个债，他背着债他再借不倒了。明白吗？因为他但凡能借他就补仓了，这一定要记住了。他但凡还能借到钱，他就补仓，他不如平仓，把他强制平仓。他说他就借不到钱，结果他也没了，本金也没了，他还拿什么玩？背着一屁股债，破产32万人，这还没完，后面还有。你能说 SK 海力士这公司不好吗？你能说这个三星不好吗？不是，人家利润非常好，但是不好意思，你炒这个股票，你就是被人割的韭菜。所以说这么一对比，你在咱们这儿炒咱们的红绿市场，那是多么的幸福。首先一个，即便要赔不了多少，虽然赚钱的不多，但是你要赔你也赔不了多少。第二，即便赔的多一点，你的获得感，你是骄傲，你自豪，你为未来指明方向，你给美的打个样，你教美的怎么做人，还不够你臭屁的，你才花多少钱？没花多少钱。所以说把心态调整，要有一种自豪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